各位天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义群阿群妹，大家就伫好伫我嘅家乡苗栗太湖吼，过年嘅时节，哇塞，嘅人真係多多，全部食茶食到黏黏，大家味道嘛嘅，全部都係味道吃婆嘅啊，好食嘅吃婆嘅。唔過啊，其實高鐵日吃婆嘅季節，其實都也係熱天嘅時節，都也太湖嘅蔬菜啊，還有伊個蔬菜當出地推薦俾大家哦。就係呀馬拉邦山，其實呀馬拉邦山風景唔但像江，還講因為熱天，還做得上去當個避暑一下，去療養一下哦。故所今日節目當中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馬拉邦，還講啊有一句話按到南澳北嘛，唔知大家是聽過冇？就係講呀楓葉啊，啲南部青江嘅係到澳灣達，啲北部青江嘅就到我苗栗嘅馬拉邦山哦。故所今日節目當中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今年嘅馬拉邦桃李藝術季，要同大家來分享。細細嘅家來分享今日節目地度也有請多位來賓來分享馬拉邦觀光協會嘅總幹事王禮順總幹事分享。大家好，我係馬拉邦觀光協會嘅總幹事王禮順。好，歡迎來到節目當中哦。韓國 N聽呢位來賓，咪採用係 N 協會地度嘅理事長，歡迎理事長。大家好，俺歡迎來到客家電視台，我係馬拉邦觀光協會嘅理事長，目前也係擔任東田村嘅村長。好，同歡迎哦，兩位來到節目當中，我來同大家來分享桃李藝術季，細細格格來同大家來小結一下，呀，聽起來按鬧熱，韓國聽起來就係又好食又好料，有東西好拿。按樣嘅藝術季，佢舉辦嘅時節係到乜嘅時節？人家就舉辦嘅係5月16號，每日咧就係9點到下晝就4點吼。人家就會節目相當嘅豐富。啊，6月16號嘛，對不對？6月15號，禮拜六。人家就舉辦呢個項目相當嘅豐富吼，就係有教育、有料、有食。希望大家有朋友大家從下來帶來山東行聊聊啊咧。舉辦嘅素材到哪片？我去到哪片當中去參加？都係馬拉邦山嘅體育停車場。大家就會好好注意啦，自信了。韓國生嚟呀，馬拉邦桃李藝術季有乜嘅東西好搞好料，細細格格來請總幹事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因為既然講吼有東西好食，天草咩有東西好買，故所有實習創冇啊。一擺嘅有邀請嘅吼嘅水保局啊，佢嘅三手線嘅嘿，就農特產品過來吼，佢同大家分享哈。對。佢有同特別嘅，同有特色嘅嘅農產品。冇錯，韓國都有認證過嘅哦。有認證過嘅，係全部都懂安全嘅東西。冇錯。故所現場有實習嘅部分。是。對。另外呢，我呢度有安排，有安排有大家嘅聯合過來做啲咯。去現場去摘嘅獵，去摘嘅寶石。哇！故所韓國地去採果，韓國人聽講，按樣嘅摘果子嘅過程其實當 TP 咯，有點像選妃，這麼剛剛按你講咯。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嘅方式。大家嘅吼，即果農啊，吼，大家有參加人啊，吼，自家試嘅小發財過來吼，所以看大家吼歡喜去到哪去摘吼。就送給佢嘅茶哈，哇！沿路去做導覽解說。哦，嗰時候我現場去到呀體育停車場嘅時間，我就會看到東島台冇佢用嘅小發財車。啊，小發財車，一台小發財車就代表一家農家，對不對？一間農家，我做得自家去選，我想要去呀件，呀一個我想要去嗰件，我就送佢嘅茶，佢就會載我去佢嘅果園地度，那一規嘅路程、規嘅行程，全部就安排好勢。哦，原來係咁呢。唔過做乜嘅會用按樣嘅方式，就係果農自家試採來再遊行去了農。因為吼當地嘅農民吼，佢對當地嘅特色吼，嘅風景吼，
比较有啊熟悉。哦，假使讲来邀请个老辈去查过来吼，佢对当地嘅无熟悉，吼做我多做种详细吼介绍。唔过硬是你是咩要顺沙介绍马拉邦嘅沿途嘅风景吼，見介紹見嘅嗰上個山檔，搞一條窄路嘅，一啲嘢唔係講做得亂窄嘅。唔要摘嘅鬼頭會搖槍槍，我學一下，我學一下。咁多唔要摘嘅鬼頭會搖槍槍都打爽。唔講係吃到按用咩以後，因為當到當專心啲嘅種東西嘅農民，佢哋可能冇辦法有其他嘅精神去學習，比如說導覽呀，唔過其實也係農業，漸漸嘅推行到也休閒農業按用嘅方式。其實按用嘅做法係唔係咩想去推廣也休閒農業？係，我呢度就民國18年吼，就成立嘅休閒農業區。啊，休閒農業嘅目的咧，主要去提高嘅當地嘅農民嘅收入嘛吼，好做唔得吼，就像以前吼，就全部做工啊，樣咁樣當辛苦，吼就慢慢轉型吼，吼由生產業轉型做服務業啊。原來係咁呢。先講推動一個觀光險，一種採購嘅嗰種樂趣本，一種農，啊對農民也有一種增加收入。韓國咩做得同嘅消費者直接嘅做溝通，大家就做得有意見就做得互相交流，一樣當成去。唔過除咗呀陶冶藝術之處咧，做得來隻理業以外，其實還有其他嘅東西做得帶政府卡通喎。係，因為嘅莊子婆嘅吼，莊子婆另外嘅共用嘅嘅地啊吼，就種保險。哦，種保險，所以講做得吼。做啲啲現場吼，去摘，比較較經驗嘛吼，去現場嘅 DIY。哇，當成去古時候真係當年行程很滿的感覺。古時候一下就愛來同大家繼續來紹介基本嘅重頭戲，就係誒啲理業，好冇？唐講你是種氣感沒有啲嘅種理業，基本嘅帶來就係你氣感種嘅。錯，要張走順張摘嘅。真係哇！呀，理業啊，同大家來分享新來理業下簡應用嘅險記啊。從老人家時代傳下來，呀理業有兩種嘅講法，一種係血經理，血經理，又係一種那個法勞理。法勞理我有聽過血經理，法勞理我就冇聽過誒。呀，伊可能係一種品種嘅一種名稱啦。然後也後生人唔曉講。講統稱講縫肉理，統稱係縫肉理，所以因為佢肉嘅縫色咧，所以就大家就叫做講對一種血液循環清好啦。尤其從來種個果山檔，喺度揾到有機嘅管理嗬，平常時唔需要噴藥嘅啦，冇去噴藥嘅，故做就相當嘅天然，因為嗰個山區灣果嗬，就就會污染嘅就。佢個品質相當嘅好，酸甜，酸甜嘅，食起來有愛有電影流嘅，初戀的滋味，好好吃，韓國有凍水，韓國其實人哋橙色嘅世界，李思總有 TP 同大家來分享一下，腦波有一層呀果粉，佢唔係藥嘅，係果粉，天然嘅果粉，哎呀，果粉是天然的，故所千萬唔好。太太啲有冇可能調至色體呀？的，因為一麥香嘅就係靠一果粉嗬嚟做一種麥香啦。麥香，故作麥香清好嘅也就血經理，愛看嘅嘅外表有果粉冇？有果粉就表示講也品質較好，清好嘅，係按樣講。所以咧，神有有一定嘅流量嘅嗬。因為你唔係想愛見識，係唔係藝也下愛主持節目，藝就見識老幾實體咧。唔過藝當想愛點嗬，像按用嘅理業，唐講咩有分當道嘅品種，基本嘅帶來也品種係乜嘅品種？一種就一般人講嘅血經理。血經理，啊有人講乜嘅什麼桃姐理呀、土接理呀，有乜嘅泰安理呀，一條理業有呢條冇分用。嗰種桃姐理就較細隻啦，嗬，佢食嘅就偏咯，應該玉理、玉理啊，玉理就係桃姐理。泰安理呢，就是泰安嘅個鄉，
又种一种新的产品，吼，应该都讲电脚的啦，佮说起来要电脚哦，迄冻酸，要嘿，电脚。冻酸，嘿，太粒啊！又爱叫品种也较太粒，我叫都一天的时间真好食吼。平常时看冇食，说起来就要电脚，也就说那个电脚力。电脚力哇，较酸啦。当然之，古种毛球用嘅品种说起来，唔但像米西毛球用嘅和本人嘅感觉咩毛球用哦。对，接下来龙汉家来小解一下，其实马拉邦山亚素材刚才有讲到吼，其实一年四季嘅温差动态，还有讲到那个污染有冇全部蒙沙烟，按用嘅环境，古说一年四季做在中东度嘅各自抢菜，抢呀理事长同大家来分享一下一年四季有种哪条东西？安尼啦，从公园开始来讲啊，因为一年四季呢，从公园就开始出产呀枝婆诶，一出头到3月到4月，啊4月以后呢就出产呢贵族笋，马拉邦咩青岛安尼贵族笋，对，或者就开始种安样来梨诶，法罗梨啊吼，甲下要讲嘅电脚梨啊吼，对，梨耶，过梨诶，也过枝婆诶雪咧，都5、6月枝婆诶雪咧，也就天空。除非种一些tomato啦，一些夏季蔬菜水果，种瓜呀都吼，啊种一个果篮菜也有，下来咧就人家都甜吃诶，甜吃诶没有哦，甜吃诶也有哦，目前因为人就个海拔较高啊，种个甜吃诶相当有名。我会偷来伊咧，然后就有姜嘛，对，安尼姜嘛，唔系一般也就较适用嘅姜嘛，还有种个姜嘛系。专门南部人买去做种姜用的，种姜，做种姜，要较爱人要高山档的个姜嘛，古种爱种系本人没有种到的姜嘛，啊做买本也就给南部人来种的，然后也做种用的啦。原来係安尼，你看呀馬拉邦山啊，唔但像風景好，也一年四季還有按到東西好食，上來也桃林藝術季還有按到乜嘅好搞好料嘅，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轉來同大家分享哦。人生用要按享受，分享大家要賺到福起來咧，我係從一群阿群妹，呀下晝嘅時題吼，雖然唔係同適合啉酒，唔過做得來試一下、嘗一下做得啦。呀，今日我帶來嘅酒，聽講當天片咯，赤膊嘅酒，唔過當天片係乜嘅酒？赤膊哈，因為嘅平地嘅當嘅高山嘅無強樣吼，像眼呢度馬拉邦嘅係屬於嘅高山嘅嘅赤膊。個赤膊高山咧吼，因為吼佢常常有個雲海，雲海裏邊嘅吼佢生出來吼無強樣吼，無強嘅溫差比較較大吼，所以佢嘅味道吼當個平地嘅無強樣，所以當時係做上到講吼，按用特色嘅吼嘅味道淺色嘅磨吼，所以講我按用盤吼，我磨赤膊時節啦。學本大家要做啲適度嘅赤膊嘅味道。係做啲感受到呀，馬拉邦山赤膊嘅特色，因為其實我請按用披起來，披到嘅。就係你沒有你赤膊嘅個香味，因為其實像是楓香也個品種，沒有你太浮種到清好呀。披起來嘅味道就會同其他嘅赤膊嘅冇共用，雖然其他國家有嘅赤膊咩一有名咩一甜，不過香味就係冇共用。因為進口嘅吼，將嗰個美國嘅吼，佢昆玉嚟當醬，不過佢當酸。哇！你本來會甜，佢眼呢度嘅高山嘅嘅吼，會甜又會鹹。我嘅味道同無共樣，所以講，所以講眼呢度嘅吼，一做嘅赤膊酒啊吼，是用嘅高山嘅眼呢度嘅馬拉邦嘅高山嘅嘅赤膊嘅吼，去焗去當資源嘅吼，用嘅冷發酵的做法。有吃到赤膊嘅，有經過按用種發酵的變化，有吃到一種香香甜甜，然後有一種轉化過後的那種糖的味道。不過大家就老到講按用果子做出來嘅酒可能會當甜，不過食起來唔會淡淡的一些些甜甜甜，很好喝，很順呢。所以講喺呢度嘅做嘅焗嘅酒啊，比較講有馬拉邦嘅特色，吼，當東北無強樣。對。
哎，同毛杯毛可以用暗用嘅提示，韩国基本也还特别带这个漂亮的礼盒。就喺本太家做地来感受到吃婆嘅贵高铁嘅毛相关，还有呀礼盒，还有酒做地来了解到你马拉邦山吃婆味嘅好味是，对不对？对呀，嗰时候基本嘅节目当中，唔单止爱同大家来小嘅呀，其实啦，呀伴手礼咩同大家来小嘅，还有当中还有摄影展咩来同大家来小嘅哦，呀入样展我翕嘛嘅东西，谈讲咩有当到好嘅奖品我同大家分享。过去你就有拍过2年啊3年哈，做嘅摄影哈，所以翕相天天。不过今年哈，你就有一个尝试叫用个空拍样片呢，用空拍，用个无人飞机哈，比上去按用做翕出来啊，嘅翕出来嘅感觉啊，像个起玻璃那个哈，做起来嘅样片嘛，就按样感觉。对，所以讲，你就今年哈第一摆我举办呢做个无人飞机哈，用空拍去做一来样片。空拍机来翕相片嘛，就样片，係嘛？都做得來相片來做得啦，樣片來做得。都做得來參加比賽。所以呢度2月15號哈是開幕今天。開始。開幕哈，所以講邀請哈專家哈現場來做示範。個比上去啊，用一隻嘅電視的意境哈，意境幕當時現場就本太家看一下。嗰時候有專家會先去示範一下，講你按你比樣，按你比上去，一隻角度不錯，這樣子同大家示範一下。嗰時候呀，比賽嘅時間什麼時候停止徵件？同大家分享。徵件就差唔多到嘅4月初哈，4月初就結束哈。那個時間會來評比公布頒獎。評比差唔多4月底就做公布，做公布哈。公布獎項，公布名次。所以講，我一介紹本大家啲講，我呢度嘅馬拉邦山檔嘅民宿，哈，我呢度嘅泡湯。馬拉邦山檔個有溫泉哦。主要是嗌嘅休閒能夠去離杯，離杯嗌休閒能夠去範圍離杯吼，有嘅碳酸氫鈉泉，有碳酸氫鈉泉，有，對，所以講嘅有得獎嘅人吼，就送本期嘅，哇，這麼免費的招待券，鼓手。希望大家有時間嘅話，細細腳腳來安排去到馬拉邦山，哈，比樣機比上去翕一下相，有器材的話，順勢翕一下相，冇就翕一下樣片，腳腳去參加比賽，哈，到10月初，哈，到10月初就做得來送件，10月底公布呀名次以後，就有可能做得拿到呀獎品，對不對？哇，真係當好，唔單止又好食又好料，還做得去參加比賽，還做得來拿獎。不過輕鬆有嘅係嘅，知道馬拉邦山嘅風景，因為阿佢冇眼咩係冇靈驗。我去到馬拉邦山嘅時間，我爸爸請好去騎山，我同我爸爸去騎山，雖然我騎得當辛苦，不過看到嘅風景真嘅冇窮樣。我記得我啲高中嘅時間，有一擺去騎馬拉邦山，我真嘅有看到雲海，還個係幾片嘅，騎上山檔看到幾片嘅暗陽嘅雲海。一個雲海就安尼啦，去看拓時節，尤其種嘢冬夏時節咯，雲海都相當嘅正。尤其冬夏時節嘅雲海呢，佢本想象不到嘅嗰種漂亮，有時候這種可遇不可求啦。韓國人都上行，我還撈到講天時凍唔好，因為那個還沒有穿過雲嘛，我還到雲帶下，故所我就知道，有冇看到？烏陰天嘅樣誒，冇咁樣，嗰行家嘅亮色粉呢，上一檔我看講下嘢就冇咁樣。就像係天師檔個，太高做得來看到馬拉邦山嘅相片。其實馬拉邦山它的海拔差唔多1300、1400，對不對？1406。1406啊，很精準。1706。我說對一般人來講，算係好騎嘅山。算很做得啦，因為來去輕輕鬆鬆啦。沒有輕輕鬆鬆啦。我腳還是穿了2天啦。還好啦，尤其人家從呀低下吧，開始一直上我改下吧吼，所有嘅環境也都
树木穷养啊，嗰个树木的各种阔叶林跟针叶林，对，一直上都不一样的造景，尤其上到最顶端哈，青面丹古叶，看个太阳海啊，哦，相当的正，很漂亮。太阳海不过，我今日张第年来呀，马拉邦山唔单像一条葡萄亭亭。有多条葡萄，有3条。目前，马拉邦野乡呢有20个葡萄，一边的北仙，一边的南仙啦。哦，我哋也有经过整理，也有拖，留个水保局拖到去经费来做葡萄的个整理，做阶梯啊的吼，啊，本也有较好行的个路啦。对，因为有个楼台其实是较好看的，不过。蛋糕，青蛋糕有一些节的，用有点攀爬绳索。好汉坡要绑索的，你也冇咧，全部用嘅，點啊？嘅林務局啊，哈，係天間啲料全部做階梯嘅，階梯。哦，嗰時候真係做得起嘅咧。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呀，葡萄啊，順利按用行，差唔多要花幾多時間？就講也按呢坐太極嘅遊覽場咧，到第一停車場嚟下車。目前按呢村。內度啊，也有規劃一接駁車啦，小型的接駁車，吼，就做咧坐到東山口。對。東山口來回呢，開到上呢，一般人來行1點鐘到2點鐘就開到3點。哦，下來1點鐘嚟啊咧，係啦。對。目前主要對一般上學嘅呢登山的人算係呢一種小山啦，小山啦。不是小山啦，還不錯運動的山了啦。基本都係用南仙吼上去，北仙吼北仙下落。杭州得按的哦。嘿，北仙下來啊，北仙佢有當到嘅民宿啊、咖啡啊吼，啊做啲用嘅用餐啊，全部做。全部就做的。就安尼。差不多2點鐘啦。對，2點鐘按用行過去，再過2點鐘行轉來。對，古時候其實主題，你看風景好，雲海江以外，剛才一開始就同大家來講到南澳北馬，就是這個楓葉，對不對？楓葉，生來葉，楓葉，唐講伊咩非常特別，係特別到哪一片？一楓葉就本來就馬拉邦的一種原有台灣的原始種，原始的種類，哦就有2種啊，有一種五葉楓，嗰種叫青楓。目前馬拉邦杜烘的就五葉楓居多啦。好漂亮哦！看到嘅相片，按用有一些咧橄欖色、還有橙色。尤其到冬夏時間咧，佢會變色變到紅色，啊，佢會落葉落青青。馬拉邦嘅楓葉啊，吼，當嘅阿凡達無共用吼。馬拉邦唔係講哦，圍山全部都吼，全部都黏，全部都係楓樹。所以吼，佢嘅保安林係有嘅原生種嘅吼，原生種嘅叫五葉楓。五葉楓佢啊吼，佢按五葉啊吼，圓啊，全部全部共用草。吼，外來種嘅就係即。好，佢有一片較長，好，下會越來越細。對，冇強。哇，呀，真嘅大家平常時唔會去注意到，吼，漢擺去馬拉邦山嘅時間就做得來看一下呀，五葉楓上都冇咁用嘅，韓國唔單唱安尼，看嚟講到就冇喜好講下一句嘅，韓國唔單唱安尼哦，還有一博看做得來同大家小結一下。馬拉邦頭擺嘅顯然嚟開發啦，相當嘅辛苦，因為一山咧又較起啊咧吼，啊頭擺較起。啊，台灣人就打石頭來，打石頭出來結呀薄坎，做呀人講嘅梯田啊，來保持呀水分呀來莫被土石流流走。因為有個家咩，你係講冇按用凍電凍起來，加個奶翻流走。土石流流走，不過台灣嘅顯然相當嘅厲害，吼，因為呀馬拉邦呀薄坎嘛，吼梯石啊。也係算全國有名嘅啦，保持青島嘅地方。冇錯。按做咧也做透過通拍畫面來看啊，吼。目前呢，馬拉邦杜烘也所有嘅山田嘅杜烘啊，以前用父母嚟去淋嘅啦，做親就用石頭頭尾一粒一粒嘅去結起來。啊，最近較多年咧，就講也人力較耐唔好咧，就大部分用機械，就用到一睇隻個石頭濺出來怪樹咧。濺出來，慢慢的去結起來相當漂亮。哇！啊，加個防水系統比薄坎要就
行较耐用，又变做一个新的风景了。古时候大家做得去马拉邦山行行了了的，还有还较多嘅东西，下一团再个同大家分享哦。欢迎大家又转到福起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今日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小嘅也苗栗嘅马拉邦山，大家就知道马拉邦山一定有名，风景一定好，咁唔但唱小嘅嘢呀，枫葉啊，韓國有雲海呀，甚至有博卡嘛。其實啦，有好看嘅東西唔但唱安尼呀，馬拉邦山色彩太多東西都得來同大家來小嘅。唔過呀，馬拉邦山，大家就第一名嘅，上來做乜嘅會按到馬拉邦山啊？像理事長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人家馬拉邦的優勢啊，就同一般落台落仙人講，就人家特別係台邦的迄種抗戰的地方。哦，等下人家細細個做看下歷史吼。人家杜方呢，一個由來呢很樣板呢，就特別一路一批人講，就人家馬拉邦。迄個原住民頭目的名嘅，比如紀念日特別抗日，甲遐個犧牲嘅，然後來留個命名，按照馬拉邦。其實也地步一道精彩嘅地方，那種嘅馬拉邦地方有隻按照上門嘅，一隻特別抗戰，一隻個相當好嘅一隻個地方啊，因為佢係地方當險峻，兩粒。一粒石頭中間呢有隻西坡嘅，西坡嘅都嘟一山人高的，吼也佢好的一個地方嘅嗰種優勢啊，吼，原住民頭腦清好，抗石頭後背，啊個日本人高呢佢都去上海邊講下，算係一個埋伏的地方。對，一張埋伏的地方。因為這種是抗日的時間，所以那個火力相差非常懸殊。不過，原住民擅長打游擊戰，裡面採體嘅人嘛，我們很了解環境。古時候其實規個馬拉邦山基本但一開始可能係原住民家的生活的素材。就係原住民生活嘅素材，不過一下一種下社會吼，一下叫做到隔壁鄉吼，那太原鄉都未鄉生活，一邊就屬於太湖鄉啦，以林縣為主，嗰邊就算太原鄉。哦，古時候家講到一上門，一下去韓看得到，韓看得到，哇！嗰地形十分險惡哈，它一邊上呢就做在車子上馬拉邦。啊，迄無小心咧就跌到邊講下。哎呦，安定人講哦。特別原住民就利用嘅地理環境去做一種嘅抗戰吼，相當好。冇唔錯，像亞書和日本書，其實係協會自家來發行嘅，我哋馬拉邦意識。對，也地杯嘅家下人看到嘅相片，其實就是我們的總幹事發嘅呀，很厲害。因為當時哈，全部都給當時嘅照片，對，所以講眼紅發咧，真件非常嘅精彩，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其實你看呀，相片啊，這個就是波安林，對，波安林上邊有嘅彭書啊，哈，進台86年嘅，這就是彭書當講，韓國撒哈來係相片，咩係共用？理髮啊，理髮韓國彭書嘅相片。很漂亮，古時候一本書講嘅當當馬拉邦嘅故事，馬拉邦嘅事情，馬拉邦嘅生態，其實全部都寫到地圖。跟我去那一篇章做的，韓國有本書唔係用買哦，做得去拿出嘛。嘅協會自家發行嘅。自家去協會就做得來拿到，古時候分享大家去馬拉邦山嘅時節，順勢去拿一本書來看看啊，就做得來了解一下馬拉邦山。對，古時候基本嘅重點也桃李藝術季吼。唔單唱做得去摘果子，做得去看風景，做得來參加入樣比賽，還做得去食東西哦，有一類幸福餐桌，對不對？咁依個同主啊，吼，我呢度準備哈，當好食嘅本地嘅客家特色嘅哈食材，好，比如講我呢度有嘅哈。嘅現在嘅貴竹筍哈，貴竹筍現在嘅包廂，全部就係採體嘅，採體嘅哈，現在嘅哦，現在嘅先哈東西。啊，另外呢，
因为吼，佮全部都吃菜，咁嘛个里头叫摇枪的原住民啦吼，过来吼就烤全猪，哇，烤全猪。古说，刚刚所采嘅文化提升咩加油也得食嘅东西，同大家来交流一下。因为你看，也得所采太湖唔但像有客家人，有原住民都有成分。古说也幸福餐桌咩有也客家嘅食材，还讲原住民嘅食材，全部落乡下就做得来食到。唔过像安阳嘅幸福餐桌应该要报名吧？要先报名报名，因为计算吼乡下人的几多吼，所有总共有几多嘅名额？像伊只组吼，150件的200件的，我讲预算，预算好了。古说可以接纳的报名人数几多少？今后都冇超过1000的人了。1000人，现在目前控制在1000人呐，哈报名已经多少人了？现在差不多有700个。哎呦，存冇几多，太搞爱加加，用嘅来报名，不用报名。报名吼，出大电话，大电话艺协会的电话吼，037嘿99022。哦，99022，大家有听到总干事讲222冇？其实佢没客家人，他已经隐藏很久了。条前下包都讲到同好，其实唔系客家人，来到也没有啲成分。唔过好，三下来，我想要来问一下，呀，桃李艺术季攀到呀下有攀几多年呢？我呢条协会吼成立时间是92年，92年成立哈，就第一年93年就开始哈，好就有攀发动，我呢条目的就是提升哈当地嘅农民哈，佢嘅尽量用去发动办发动吼，嘅人合入来直接做啲吼，当嘅农民吼去买嘅农产品。这家然后农民买农民嘅农产品就地产地销，看就是促进地产地销。好，除了可以节能省碳，对，好，作为农民的直接去转到去减下多。唔错。你喺讲同我有见过盘商在抽的话，尽量都朝个方向哈，方向来要做。跟我想要来问一下李松，你自家没有种动的东西，自家没有呀农民嘅身份，你知道也在协会对农民来讲，青葱有嘅好处，青葱有嘅利益係冇嘅所在。当然也真感谢人家就台湾成立别个协会嘅先进吼，因为台湾一出，我就也从细都会学到台有一种嘅想法，要不当然又经过一条先进，慢慢的来牵绳一个协会啊，当然对菜体的本身的爱，就感触一重，像个呢农产品做得人讲嘅自产自销，对，体又做得自产自销，一个东西唔会经过盘商的剥削，对，天呢大方安尼地方的知名度，尤其像个马拉邦安东人来咧，对地方的一知名度相当的高啊，所以对品鉴相当的好，做得爬山又做得看风景，对大家身体健康都相当的有意义。所以我就感谢也各位主办的也种王理事长也嚟吼，也就主办也协会的成立啊，都也目前已经也有20多年的历史，哇！对地方的知名度有相当的帮助啦。真嘅，故說我相信啲馬拉邦山一個所採嘅居民也都全部就懂愛一片土地。故說我想這也是中馬街總幹事，你本來係台北人，唔過你3年一留到苗栗馬拉邦山一片來生活。83年啦，83年就搬到嘅苗栗，附近就近入去。87年，87年我嘅山峰里背，我起伏起火，就搬入去。哇，就安陽就搬落去。多厲害，多厲害！你知道22年了。風景動江，環境動好，空氣又好，空氣又以後，故時就給停辦落去。像也目前呢，村裏啊馬拉邦部行啊，伊到外來客，喜歡到我地方買屋。買土地，對，提出退休的時間，哇，用前鋒嘅，我哋馬拉邦嘅種視野嘅相當好，看水嘅視野相當好，所以也一棟
不管露营区啊吼，也迄民宿业者啊吼，伊度都嘛台湾的经验呀种的啊。古时候也按好嘅环境，大家还唔急急吼，报名来参加呀马拉邦嘅桃李艺术季，细细结结再个同大家来讲一下呀时间咯，地点。就也5月16，6月16號，我排先講㗎。5月15號，6月15是拜六，6月15拜六。對啊，鐵停車場係大型的個停車場哦。嗰度嚟主辦日嘅桃李季節啦，吼，當希望大家全國的朋友多多來啊體驗。冇唔錯，韓國喺講想要來參加嘅餐桌嘅話，存到300嘅名額聽聽。古時候大家可以細細嘅來報名哦，歡迎大家來到苗栗馬拉邦山來看看苗栗嘅風景，來到阿橋妹嘅家鄉來行聊聊嘅。今日嘅咩非常神夢，誒，總幹事咩神夢嘅理事長，謝謝兩位。謝謝咩神夢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共下來做運動了。